你无去做，我讲对无？我去做是这个讲对，一定的。哦，因那依自空见，哦，我拢看几啊，你唔去大人，哦，唔去大人，哦，唔去员工入边，后日原来，哦，实在了解，国法中人语言，中人言语咧，我有上爱是上，啊，内有空爱是空，啊，内有空，哦，内有空爱是空，继续传续有上，哦，即是话语，你若拢传播，哦，传播咧拢就是影响，你就拢即是，啊，将真正真理甲发挥，啊，心外处法，心外有当处法无，心外无当处法，心外绝对无当处法，所以若心外处法咧，都违正理嘅，违背了真正正义甲正义，国法若传若上，即强下，你若能够着上，啊嘛你嘅下就走出来，啊，若传即空间，即理化事，咱你拢即空，你不敢即理，啊顺理做。世间绝对有事，一定有理，有理一定有事，事理一定爱两项爱排在一起，哦，无排在一起，绝对袂成功的。所以卖因果，那安尼呢，就拢袂卖因果，哦，啊到尾啊，拢有完空，哦，哎，咱会知影。所以戒惊咱拢玻璃空面来去，咱拢玻璃空来面呢，咱的心性就变得。咱这是自身本体就变得国外，若传即空，即用无明，那安尼后是无明，咱我就了解得。自即连空有之苦味，你若是空也袂使，是有也袂使，空甲有这两项呢，拢是啊，亦变转色相，出不即理用变，所以一切法容易自相，哦。就是讲呢，出甲入拢是有两边，啊，咱所以一切法，伫道理内面咧讲呢，哦，毋通以为就是，人讲刚坚不离德，哦，刚坚不离德啦，啊，刚坚不离善，啊，刚德不离德，各位富贵，若要得咧路，有法度，哦，叫你的富贵。那么对女性要表达出来，这个观念啊，这个点子不一样啊，所以相较相量啊，交换用的这是别了啊，咱就这样了解。该看就该看，该跟不跟，袂使这个牵扯来讲。金如数线虽然基有在合金跟当时。在外教练对象，理想是有所指教，哦，教练只会咧讲道理的时阵，伫外表，会当对象来讲，啊，但是袂使叫你行义啊，袂使拢去理想爱理想，义无所指教，袂使指教理想。人需要钱，啊，你嘛袂使讲叫钱样啊，干咧。就是以小时啊，拢咧小钱有啊有无？所以话，过去就是这个现象。做啥话足认真啊，拢讲要赚钱啊，结果呢，青少年时代、较少年时代，人从来拢无做，拢从来拢无做，了足地，见到小小嘛足万难的，啊，因为呢，迄个时阵咱都拢无了解，哦，所以。王母明天天来好好讲，一话，心专一心专一袂使咱甲他顾一番哦，所以学下慢慢了解讲，真正是学到哦，交这探子，两行爱行互你行，好嘅你同时来好，你行穿较外好，哦，啊，即搭呢，先天甲后天呢。
亲像咱大家在讲，过去是先天的是后壁，后天的是头前，即个先天的转来是头前，啊后天是后壁，因为先天无物件伊来甲处理，啊后天有物件开源伊咯，啊开去到后壁，假如让我这位大陆小众的，但是讲小有小懵懂来讲下面，所以在内要对空与空，人讲空，要是空中看人空，你唔能去到人，而无所执着，袂使执着。假使若无安尼做，而完全执着在外上，甲形象上。这个成就咱的下降，所以咱若要真正对象会当理想，啊无所执着，那么咱若要安尼做，咱会叫外上良起来，是增加咱的下降，增加咱的下降。上讲我可能趁有钱后，你再来先讲你对无？做这也是机会，咱若咱年龄高的时候，做不出来。无然我食了人开，我拢做，吃水，我后日变哪？就安尼想拢就安尼想，咱知影，人讲做有写到的，有写到的，无写到无的，无对啊，都亲像中年这个当处长啊，伊讲要甲写出去咧，为什么要甲写？现在咱在叫人甲写，我无来用，他这钱就叫到要分啊，生活的安怎开？伊若甲写一半，后面讲话开咱唔做讲，无听伊就唔甲写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为啥要了解这个物件？所以到时阵呢，咱做出来，咱即个年纪啊，拢会想讲我食老袂贪，无去老我袂使，所以就尽量咱的写。但好多来讲呢，如果完全执着在科学境界上，也会成就咱的文明啊！伊拢看是空，该拍点地方，安尼咱的生活来因为执着空间的人啊，往往会去规模空间，这个空间的人，伊本身来看空间，甚至呢叫人也叫人看。看不落样啊，到时落样，别做车我去看了，伊唔知看就是了解的真理啊，车体的体重来讲啊，什么拢无必要，也不必读书英文，因为一切拢是空，伊来讲，首先来讲，只要是英文是接触日本以上啊，伊讲你若去跟他看电视，把他看者，你会接触日本以上。咱们了解，警察里面人的本质上干部来认真，你看了后，咱才会坚持起来。是因为英文咱开幕，支持了咱就开幕开幕咱感觉讲爱了，无做袂使，所以呢，咱就了解。而不必说，不用文字这个人，那可是以前执着是文字言语。伊家己成绩就好，唔通去看字看点点，因为语言也是文字上的一种啊。有人讲，有人来讲，这心是道条，心是道条，不一样的文字。讲这心就是道条，咱就伫心在想，就是心就好啦。这心是你咧讲的尔，咱家己讲的尔，咱做会出来的。所以讲免的东西咱做不出来，虽然咱讲无唔对，但是咱做不出来。无经典咱提前，咱做不出来。但不对不的问题，这不对问题呢，嘛是问题啊，也是无理会问题上，要问题就是问题上来变。若见人说法变规模，说法是这个问题。这也是对啦，看你说话，可能在宣传，可能在开班、上班，伊就讲你无路用，
伊就诽谤讲，起来是拢即个是上咧讲的，伊讲无路用，嘛有着一半，但是无路用是无路用啊，但是叫人精神起来，精神起来去做啊，你拢唔去遐看，你根本袂精神，咱来了解，绝对是来了解。逆见属逼，属别游客，有蹦颠，不要蹦颠，水中无所，欲上有外，而作法有精，亦公益道场，虽有虽无，虽有无即各还，如是之言，名叫不可辩证。咱来知，是讲要做人做事讲，你爱知。逆境处境，讲你爱知，自然你家己袂来做袂起，你去诽谤经，这点是会使，是讲不要谤经，最终无数，你若去谤经呢，这个罪业足担当的，欲上有外，而作法修清，你甲欲上有外口，甲咱做法，这是。你想出个办法，无照直线去行，要找一个真理法路。讲经道理，到有这个时阵，来作者加祖师，加强调，是咧，老师讲是反正完全反正，变一个孙啊，伊家己。就家己咧去做做事啊，伊本来嘛是三个月在那边，到尾啊，伊就讲咱做福起，家己咧去做事，毋知安怎的，什么原因我毋知，讲来关，来关嘛讲出来，咱西村这个陈老师，本来以前要做咧食到尾口倒转来，倒转我嘛毋敢讲毋讲，你家己倒转来。做我们所以唔通干福气，讲你道理，就是讲我做工，所以基督徒基督徒做翻这是实在，嘛袂使讲无，嘛袂使讲无，这拢是对，拢是对。那这款人呢，各位修下久，伊就不可以变质，所以你要坚持起来讲。你人需要彼得讲你爱知影，自己这叫学习了，这也是熟悉的，这就是关键。你是你家己对了呢，所有好的代志，诽谤经，你袂识到你袂识，你家己人去做罪，你家己做家己的，你才会使到诽谤这个经，这种的罪业是作重的，这种罪业是作重。是无法可数的，这款无当算偌重的。如果这是这种意向上的话嘛，故意借助种种方法，以表示自己有真正法，你家己借助法啦，讲一寡种种的这方法去借助，讲这当是真啊，像这个。两年，也点人处理老师，我咧看一头去拜人到人去，这有那时光去看一头，讲看一头安怎不安怎，一个用电一个咱，一个某平方面老师，嘛是头去看一头，就去带伊外遐，去倒要去倒。我讲，我迄个有兴趣，我唔会时间来做这样的做，我嘛有兴趣啦，这个伊就讲，叔叔，迄个带的是，就讲叔叔，讲叔叔话题，我就安尼想，我讲，那讲到几点，我就就差不多会讲，你若讲叔叔我听。我就我了解，唔来讲那我袂做事，
讲唔能过，伊就讲我做唔完。啊，我做唔完，我自己这样做啊。哦，这啊就规矩了，现在就话做咁样，大家讲。所以人之外，咱来了解。唔能讲这个法外好拄外好，你这个法是自正法，你是不是经过这个道统来正法，咱来了解。哦，咱这几年三ปี大概波头都讲在书面，哦，以儒家都讲在书面，儒家言论来讲的，咱来研究儒经，直接。会互咱一个家庭快乐，互咱一个家庭真正进入爱论的境界。好，咱来看《论语》怎来看，《言语》怎来看。哦，你讲三方面了后，有主讲就受感恩，就对讲对好奇就是。哦，有主完以为人的好奇，只要凡上是现，我凡上以后做人是是一样。君主无本，本人自得先，好奇来讲。自为人之本，对好者是公平。哦，所以这个话就过多间，伊就对贤者公平，伊对贤者公平。伊既有做官书，又做，伊去去弘扬大师。哦，伊讲哦，弘扬大师讲从伊咩在从来，伊讲为求众义，不求一位。我讲你做两这个讲，哦，就讲伊贤者讲。伊讲地主自身上升地位，不离自身，对嘛？我自身呢，家己养上升地位，上升地位，啊无是对我自身。哦，所以咱今日咱今日了解这个，绝对唔通去信其道非，所以到处咧，到处去建立道场，蒙骗无比。你成的人足爱，你成为做错人足爱，大家嘛要等时候，什么人来等你？咱的公职道场，你公职道场，去方便好处理。每天对人所说的话，不是有就是无，不是是就是反正反正，用人有所适从，讲的真理无错。所以，至少该只能讲，咱要宣传，要讲这个道理，一定要有根据，袂使讲咱想到对，讲到对，讲出来若无根据，因为真得到历史的战士，人机类比真得到历史的战士，所以你看，这个科技，也是那种发达，无会在咧讲。无会直接讲你讲迄即个电脑，你看什么会做？科技今年已经达到第一个阶段。什么第二个变化呢？这个期间怎么调无人不知？第二个变化是线，人类的线跟这个线，所以咱真正来了解，不是真正有完全，不是真正有证据，袂使。其他不能我白讲，嘛未使对咱的道亲我白讲。那么安尼呢？你就直接，唔是讲有诶，就是讲无诶，唔是讲是，就是讲非，反正反正，用人无所适从，讲到门上啊乱去，或者道亲上啊乱去，要行啥物？所以牛郎世情，来遮你讲，你的就是去用买卖。来遮呢，伫这世情当中，弄一寡是是非非。像这样的人，其实是在欺骗家己，因为像这样，来继续落去，连家己经过做小脚的时间，仍然是没有办法良修见性。修学道最重要，就是要良修见性。咱何到明心见性，见性在咱生活。你若无明心，袂见性；你若无见性，你袂生活。这一个道理咧。所以民主讲，就是讲民主这边伫儒经摆到上尾伊也
心，对真心中的一种感觉真心中，因那讲真心中头就讲啊，真一心第一线，第一线即一线，最一线终一线，所以是要求不离，修行一自己，所以就这样，这样子嘛，结果你就看慢慢听说，民主在讲啊，民主摕这个电视去偷钱，去见牛肉讲，你老人家做过来甲我牛讲，要摕什么字啊？我民主啊，我摕去，我摕钱伊要留你。大家人都讲理咧，世界就安尼啊。我可比话你，可以2个，大夫话可以2家，叔叔因话可以5些，上下就到12个，你这个国家不一样啊。咱人一定的道理，那侬徛伫理想的前方，这个人呢，绝对活无久，伊后代嘛一定传袂久，这一定道理啊。历代就写了就是真安尼，真呢继续安尼落，嘛是安尼。你啊看，这来种的真义啦，袂负责啦，袂负责，真正。所以咱呢，咱一家一定来对这36岁的这个生活，家己开始去研究、去了解，互咱真正嘛会当人心建设。咱人人心建设，自自然然咱建设的生活，一定可以。但听依法修炼，目标不输无德性世界，世界若天煞不修，天水不修，人人欢天下良，但依法修炼。无主上法师逆变怎么？以处说，以处用，以处言，以处作，这不是文章，这是有作言作书。这个归空气的时阵，从伊不多来的物件真正再互伊先地就了解，因为伊讲我归空了。恁已经无当问啊！恁要问进都开始这样问，伊就开始这样讲。伊来讲，但听依法修炼，恁听着我讲了，恁若当依这样去修炼，依这样去修炼。目标不输于无德贤之爱，你们来想，标本我来想。这个道德显来因，人去甲拆掉的，甚至就是阻碍来应用，这本会应用道德显，所以一定要想下几个，人去阻碍道德显。若听吹不修，你若敢听敢讲，这样子做，不是吗？若听吹不修。人人欢天下良，那么安尼呢？咱中国人都是咧参班这个经过10年都是咧参班生的头过到尾，但是我咧做，我咧修，安尼来怎？人人欢天下良，人大家去看起，甚至呢，对这人界上，甲你亲和好，这个下良就是安尼。对于不正当的这种跑道，但依法修炼，佢讲得对，要做明做事讲得对来讲，你若当依我所讲这法去修炼，无自相来做法事，莫天分继续，继续去修法，逆变从魔，连接大家来当了悟。以处说，以我甲你讲这话，以处用，较真为用，以处言，较真为准，以处作，较真为准，来行为准，这不是文章，
那么若安尼呢，你就会识到本宗本相宗的这个宗旨来对了，这不是本宗，这是天主教来讲嘛。但只要听从正法，依照正法去真实修行，来讲，很认为咱这道中所咧讲这物件，拢是正法因为会讲较深，会讲较浅啲啦，有这拢是正法。咱若当照咱道中人讲这物件，咱就咱认真来修炼，认真来做。人讲有时就过先天，也有时嘛爱过后天啊。先天嘛爱过，也后天嘛爱过。不过即摆这道学道是着甲这个站出来，先天是到头前较重要，后天是到后边，安尼咧后天看头就对来听，所以来讲这是最好的啦。可是也不可，有够任何事物，拢无去甲思考。地处修道的修行，三善了化解，咱伫修炼学道的过程中，一定会遇到事，遇到什么代志，咱袂使有去甲想，去甲思考一下，这个应该安怎做，那么咱就以真正的实理、实事来慢慢来去甲疏通，慢慢来去甲做，只有这个事物，迄个将来咱就甲头开去，咱人生袂当无去拄着代志啊，咱世间哪能无去拄着代志？有人做事，就讲人事，有人做事，有事来一定有理，有理来面呢，一定有解决的方法。